聖經講在以賽亞書44第3節咁樣講到，係每人要渴慕對上帝，上帝降下嘅水，而是嘅恩典，嘅福氣，佢降下本每人要渡合對其實，然後咧接係安泰嘅水，佢降下在了周嘅位所。係咪你哋心中的知道走去到冇得到咪？上帝降下嘅水，咩水呢？平安嘅水、快樂嘅水、福氣嘅水，佢降下滿世界。然後佢接下上帝講：我降下我嘅靈，半夜嘅子孫，我嘅福氣。降下半夜嘅子女子孫，話上帝是分析世間人類，係每人要渡合一個心中的上帝哪樣喝水樣人，上帝降下嘅靈在一個心中裏啲，然後降下半夜嘅子女子孫，係講這個子女子孫加要上帝嘅靈在世界嘅心中裏啲。一天這個世間呢，得到嘅最好嘅福氣、最好嘅恩典，然後日後這個離開了世間，因為大家相信佢，這個得到永遠嘅生命，而是個靈魂得救。嗱，這樣這個係相信耶穌基督係這個係上帝，因為到佢降下嘅個靈。本每人要渡合一個人，像喝水樣人，一個靈降下這個心中度，到一個靈降下這個心中度，這個心中裏邊一天得到平靜，一天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。嗱，係每人要渡合到佢，得到上帝嘅恩典。阿門。